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明師兄，今日嚟講關於顏色嘅課題。咁無論係客人或者係有朋友 inbox 我，咁就係問關於顏色嘅運用。咁究竟顏色係點嘅睇法呢？究竟好似坊間所講啦，我係一定要着翻嗰隻色嘅衫，然後嗰隻色嘅內衣底褲，跟住然後我先可以賭錢。例如紅色底褲一定贏錢。咁如果係咁嘅話，咁你咪即係日日都要同一隻色嘅衫，咁就好似老夫子咁喎。咁而我嘅睇法咧，就係其實我哋用嘅顏色、運用到嘅顏色係你見到嘅顏色，包括例如我而家眼鏡框見到嘅顏色，例如黑色咁啦。咁我而家係用緊黑色嘅。第二樣嘢就係可能係手機啦，跟住然後手機嘅 wallpaper 啦、手機嘅 case 啦，咁或者係袋啦、手錶啦，或者係頸鏈啦，諸如此類，你會見到嘅顏色，或者你嘅日常用品。咁呢啲都係我哋會用到嘅顏色。咁而用啱顏色有啲咩好處呢？咁而用啱顏色嘅時候，咁我哋係會對於我哋嘅健康啦、感情啦、事業啦，都會有唔錯嘅增長嘅。咁而有個 case 分享就係話，我有個客就用啱咗隻色，唔夠24小時內，咁佢已經有一個可觀嘅唔錯嘅生意。咁如果對於以上嘅顏色嘅問題，或者呢個課題係有興趣嘅朋友，咁歡迎係留言，係多謝大家。